克乌拉，大家多多笑嘻嘻。阿婆，哇，臃肿、嘎贝、裙，这么多衣服，奶奶你要去哪？哎，我要去参加姐妹的聚会。哦，这样的话，我推荐你穿这件连身式的臃肿，这样子最能衬托您的气质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唔做要2、3懂奖。懂什么啊？我是说，唔做要2、3懂奖。你穿这件衣服很漂亮。哎呦，东东姐姐，你的小嘴巴真是甜呢。哎呀，没有啦。但是如果是去非正式的场合，穿嘎贝或是裙都可以哦，只要你舒服自在就好了。哦啊，那你下次来当我的时尚顾问好吗？ 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哇，懂奖，很漂亮。唔做要2、3懂奖。你穿这件衣服很漂亮。阿婆，请问你衣柜里面什么样款式的衣服最多呢？臃肿，常常喝喜酒都会穿到它。是啊，那我最喜欢裙子了。哦，那你看阿婆这件裙漂亮吗？哦，当然漂亮啊！阿婆懂奖。懂奖，很漂亮。唔做要2、3懂奖。你穿这件衣服很漂亮。唔做要2、3懂奖。你穿这件衣服很漂亮。小朋友多多赞美别人是好事哦。这要2、3懂奖，学会了。阿婆好厉害！那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。张来了。